安尼说来，咱踮咧来邀请第位讲者咯。啊，时间交互阿英来介绍。好，第二位讲者，今仔日足欢喜的邀请到我的国校的同学，伊即摆咧做警察，伫国校的时阵，我就熟悉伊啊。自细汉我就是看伊伫因兜遐的菜市啊，或是南投的菜市啊咧卖菜。逐摆我去踅菜市的时阵，我拢会看到伊。今仔日足欢喜的，会当邀请伊来甲大家分享，伊伫菜市大汉的生活。好，安尼就欢迎阿胜。阿是你爱甲麦克开起来哦。阿胜你好。未开，歹势，好，安尼敢有看到我的题目？当咧走，有看到，好，顶一个朋友讲了收好，我压力足大好，我讲了无标准甲无练长，搁请大家包容甲体谅者。好，安尼我要开始啊。好，我即摆是伫航空警察局咧上班，嘿，安尼我就为我开始，歹势，有淡薄仔紧张。我是菜市大汉的，好，我是菜市大汉的囡仔，我要来甲大家分享我的夜市人生，无啦，讲生笑诶，是我的卖菜人生，安尼哦，这是阮兜卖菜的所在，伫咱兜市仔的下骹菜市仔，为我有印象以来，就是我都伫阮兜的田内底大汉，甲伫菜市仔遮卖菜安尼。细汉时阵就会甲阿嬷甲阮妈去菜市仔卖菜，所以我细汉时阵毋是伫田里咧做工课，就是伫菜市仔的路上安尼。这是我的外妈，足古锥的，我拢叫伊大宝，听，过来，我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这卖菜即件代志，对我大汉的心智啊，还是对我这个人的影响有偌大呢？就是伫幼稚园、甲国小、甲国中的时阵，甲高中，过来就是读警察学校，过来就考到航警局安尼。后尾大家讲就是小云伊嘛是我的幼稚园的同学安尼，国小甲幼稚园的同学。这是我。等下，我是你幼稚园的同学啊。系啊，千秋啊，千秋啊。哦。你袂记哩啊？所以阮熟悉足久啊。你看我嘛穿这衫，幼稚园的衫，有无？千秋的，共款。这是阮细汉时阵拢伫田里啊，安尼大汉边仔就是田安尼。这是阮兜的菜园，足传统的，这风景足水的哦。这是阮兜遐，柚仔园，伊每一个时间的风景拢无共款，拢足水的，这嘛是拢足水的，会使去柚仔园啊，行，会足赞的哦。好，就是幼稚园
甲国小诶时阵，其实我足讨厌袂使，嘿，因为大家嘛知影嘛，细汉诶时阵就会足贱诶，就会想要甲朋友去附近啊，还是去田园佚佗啊，掠好溜，掠好溜，所以阮妈甲大宝就是阮外妈，伊都会甲我讲说，伊会甲我讲，莫去佚佗，莫读册，有时阵就去卖菜，就去做工课。所以这句话对即摆的我就是，也是也有迟疑啊。这句话对我来讲，毋是较正确的想法安尼。所以讲，我细个时阵就会认识，有诶大家朋友啊，还是同学啊，下课了，拢会使去补习班补习，会使去找恁去，会使去甲同学开讲啊，啥佚佗啊。但是我下课了，拢爱行去菜市啊，甲阮妈甲大宝买菜，我就会伫遐过完安尼，嘿。过来就是细汉的时阵，因为卖菜是一个较短暂的工课，所以我细汉时阵嘛有互同学笑安尼，你讲笑讲卖菜的，就会较迄当阵较细汉，较无遐坚强，所以有时阵嘛会感觉足自卑的，所以卖菜对我幼稚园甲国小的时阵，我足讨厌的，过来就是因为我足讨厌卖菜，我嘛足讨厌读册，因为大宝甲阮妈讲读册无效，读册无效有时阵就去做工课，就去卖菜，趁钱较实在安尼。所以迄当阵的我嘛是足无介意读册安尼，所以我的功课足烂的，我小学功课足好诶，拢第一名诶。所以了，我无想要卖菜，阁无想要读册，所以我就去讲棒球，这是阮兜卖菜诶。打这是倒手边，这是阮妈伊咧挂菜，边仔是阮兜卖蒜头啊、桔仔啊，还是姜啊安尼，是遐个风景。拄则讲着我无想要卖菜，嘛无想要读册，所以我就去参加阮学校国小咱兜国小诶棒球队，野球安尼，我就去讲棒球，讲棒球过来讲诶，我就感觉讲，内底足像军中诶，都是集中管理安尼，无家己诶时间，嘛爱看教练诶目视安尼，所以这段时间。我就磨练出会晓看别人诶慢视，甲纪律，会晓讲，所以过来就是因为我感觉讲棒球一直练，但是我迄当阵嘛无较够，比我较够诶人嘛足济，所以迄当阵我就想讲，我到底是要做啥？我无想要卖菜。嘛无想要拍棒球，过来就是因为我国中诶学校老师又甲我讲，嘛是读册，就是讲教育诶重要，所以对迄当阵我就咧想讲，我着好好读册，做一个较好诶工课安尼，所以。迄当阵我就退出迄棒球队安尼，伫高中二年诶时阵退出，剩一年会使读册，所以迄
迄一年，足侪老师嘛是甲我斗相共安尼，所以嘛是即摆嘛是足感谢伊咧。啊，过来就是迄当阵，我诶大表兄，伊考着警察学校，伊大我5岁，伊当阵伊考着警察学校，啊，所以我嘛咧想，还是我嘛来试看觅，我嘛是去考一个，有一个较稳定诶薪水安尼，所以这就是我国中诶时阵，因为知影家己真正是想要创啥，所以做诶决定安尼。嘛是即个时阵，互我知影讲，教育毋是只是咧读册，伊嘛有伊背后诶意义安尼。过来就是我高中诶时阵，我就是因为我有想要考警察学校诶目标安尼，所以我高中诶老师嘛是足甲我斗相共，因为阮考着诶学校是水利相关，啊，伊是一个职业学校，所以毋是讲普通高中安尼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老师对我想要好好读册，嘛是足欢喜诶，所以全校诶老师拢甲我斗相共安尼，所以过来就是我参加足侪学校诶活动，爬山啊，甲走路，毋是啊，走叫做招标，对，所以高中诶时阵是我读册最重要诶3年，就是知影家己要创啥，阁有贵人甲我帮助安尼，这是我去爬山诶相片，足水哦，所以大家有时阵会使去山顶看觅者，会足放松，好，过来就是我考着警察学校，但是考着警察学校，我嘛无松懈，嘛无停落来安尼，就是继续读册，因为我大表兄伊做工课做差不多2-3年啊，伊当阵就甲我分享，讲伊做工课拄着诶代志安尼。毋知大家对警察拄着诶代志有啥物巡逻，还是处理车祸，但是会拄着物件其实足侪。我听着伊分享讲伊拄着自杀，还是冤家啊，摕刀啊相杀啊，迄拢我听着伊处理诶物件诶时阵，就感觉讲，这受过危险嘛，我嘛有我诶妈妈啊，还有我诶爸爸，还有大宝面对这诶危险，如果我安怎对我都交代安尼，所以我就看清迄社会诶限时，社会限时安尼，所以我就较拼咧读册，就选着一个较安全诶工课，直接甲大家分享讲，阮警察学校要分发，要派出去派出所，还是讲专业单位，伊是按，伊是看讲你读册分数的关系，就是
你分数较悬，较会使去较安全的工课的所在，较低可能就想讲，就讲选择迄派出所安尼，派出所就要处理民众的大小事安尼，就是我拄则阮大表遐甲我分享诶代志安尼，所以我伫警察校内底较会继续拍拼来读册，甲家己诶迄啥也较考较悬诶安尼，考试考较悬诶，所以我伫警察校毕业诶时阵是全班第4名嘛是谢谢，所以嘛是选着航警局所以因为航警局伊是专业单位，甲平常时你看到迄警察咧巡逻较无共款，因为这是要管旅客要坐飞行机旅客行李安尼，看伊内底有藏迄銃无，有藏枪，还是刀还是赖打，还是加速，就看内底有遮会影响到飞行机起飞诶安全诶安尼，所以伊毋免面对讲民众诶处理车祸还是报案还是冤家安尼，所以伊比较来伊是较安全诶，所以我后来就选航警局安尼，做工课即摆。我为20岁做到即摆22岁啊，我是大学拄毕业的会所安尼。做工课即2年，我就因为拢伫桃园遮上班，所以我即摆就会常常会受到迄卖菜的时阵，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卖菜对我的影响。到即摆，自细汉足讨厌卖菜，受着卖菜，受着阮大宝叫我去卖菜，我拢会头疼。这也是听到伊的声，有心啊，好起来啊！迄当阵5点哦，水油伫远，拢是安尼5点就要起来啊！就要去菜市仔卖菜，所以我迄当阵听着就是足头疼。我拢会讲，阿姊啊，你先去，我要困者。所以为迄细汉时阵足讨厌，过来就是慢慢知影讲，阮兜大宝妈妈伊会辛苦，卖菜一把10块20块，安尼豆豆趁。甲阮遮诶囡仔是互大汉安尼，所以阮即摆大汉了，家己有咧趁钱啊，较会知影珍惜，甲因诶时间安尼，会使甲转去卖菜诶感觉，就变做讲，卖菜对我来讲是转去陪因呢，陪因开讲，陪因练身体，然后陪因好甲因，台语真正是无够好呢，所以因为有行过遮艰苦的路，较会知影因。阮细汉的时阵，伊是有偌辛苦安尼，所以有时间就好好陪家己的爸爸妈妈，还是阿嬷阿公，过来，安尼，就是我即摆嘛是除了陪家己的妈妈佮阿嬷因
就是想要好好记录我的生活安尼，就是要记录，带阿嬷去佚佗啊，还是带阮妈去佚佗，还是家己去爬山，就是要甲伊用影片方法甲伊记录落来。所以，顶届我带阮大宝去日月潭，去日月潭耍的影片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会使去点出来看卖者。这是我记录生活的初衷。伫人生的足侪路口，来来去去，分分合合，是一个足平常的代志。有时阵人、物件代志，伊只要过去啊。就是过去啊，伊就无法度搁重来啊，所以即摆我有时间就会好好记录，甲珍惜每一摆下班放假了，会使甲阮厝内的人好好培养感情安尼，培养伊，嘛是感谢伊甲我采用大汉安尼。我敢有够时间，时间可能差不多哦。分享阮兜卖的物件，几滴啦，就是伊会对咧足侪，阮季节无共款，就会卖无共款的物件安尼，所以卖菜嘛是足趣味的啊。老宝。好，安尼我就结束啊！谢谢啊，歹势。对，好。讲了无好。感谢阿成的分享吼。好，即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，会当互大家来甲伊问问题哦。首先头一是子宏，请讲。歹势吼，我拄则若像无听清楚，就问你是伫一个机场，是航空站做航警。我即摆伫土航的国际航空国际机场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了解。我土航安尼国际机场。我后礼拜六会去机场咧，唔知你有当地。如果出国哦？真诶哦。你要去倒一个？会使去。袂使去柬埔寨呢，袂使哦。即摆阮拢有咧查。我我去澳洲啊。澳洲哦。安尼会使。但是爱注意安全啦。我唔通啊。安尼说来，咱话高雄人，天生高雄，请讲。孙文呐，我是孙文。对，孙文，歹势。你好。阿信，你当阵迄个发音啊，音啊，你爱阁有一个歌的音啊，音啊，你的歌无去啊，甲你提起。歌，音啊，安尼。对，好，谢谢。说来，非常感谢。说来换阿英。头前还阁有一个。歹势。韩国，请讲。安尼讲有听一声？有，安尼会使。有。是我想要一寡问题问你，毋过迄算讲是连续问题，就是，比如讲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才回答讲安怎，再个后一个问题，因为我问题毋是一个就怎拢问了，安尼会使袂？好，会使，你简单吼，好，请讲。我伫咧桃园机场，我伫迄个中英航空咧修理飞行李咧，就是讲我即摆也住伫咧大航啊，只我若住机场边啊，我可能我开车5分钟我就到机场啊。我一个
简单问题问你啦，我想讲，因为我真罕你冇，我嘛是真罕你有机会甲人讲台语，我就凊彩拉塞一个。伫迄机场内底，咱一般咱工作人员有分迄个1号证至9号证啊，我毋知恁航警是几上关级的9号证，还是几号？阮是6号证。6号证啊，管理是上关级的。我记得是7号还是你讲9号吗？你讲9号是上关的，会使去迄塔台，迄较是上关的安尼。对，其实我嘛毋知影几号是上关的，毋过因为阮伫机场工作人员修理保险机，咱是摕3号证。我会听伊讲，我毋知影是1号上关还是9号上关。我是好闲，凊彩问一下。我会记得啦，是7号较悬。7号伊就是会使去塔台，毋知大家知影无？就是伊会指挥飞轮机啥物时阵会使起飞，啊啥物会使降落安尼。嘿。恁航警是有敢有我是6号。袂使。6号都袂使哦。嘿，阮6号啊，阮袂使去遐，除非讲是阮的局长会使，较会使去安尼。嘿，阮的。若是讲，若是讲，譬如讲，恁航警咧管的所在，我毋知有够，因为咱桃园机场遐有2个较大间的航空公司嘛，一个华航，一个中营。我毋知，因为阮有当时伫咱中营航空的修理边啊，修理工厂遐嘛会看到有当时有航警的车会驶车来到即搭踅，毋知咧踅啥物，反正有出啥物问题有来遮踅。我毋知影讲恁航警算讲顺的迄个所在，路线吗？会用外快对，会用外快，会用到啥物所在？还是规个机场你要到倒位拢会使？你知影迄飞轮机伊起飞迄个跑道，嘿，伊遐有迄一个线，啊，伊爱顺迄个线的内底行，因为有的区域是只有迄啥飞轮机会使使用的安尼，啊，阮爱伫迄线的内底，较迄顺路车较会使去遐行安尼。伊有画迄线，我知。你讲机坪嘛？你讲的是机坪遐？对，机坪。停迄飞轮机的安尼。安帅最后一个问题吼，阿英请讲。谢谢你。我想要问阿信，就是我想要知影讲。自细汉的时阵，你是逐工拢爱去菜市仔了才来上课，还是讲假日了才去？拢有可能，拢有可能。有时阵是去甲打，有时阵是去甲打牌啊好，打牌好，啊个行去学校安尼。所以有可能我细汉的时阵要咧困，啊你就伫遐咧排打，啊我到学校的时阵，你就家己行到打去，行到学校去安尼啊。嘿，对，嘛是真趣味吼。所以我迄阵。我甲大家讲啊，你先讲。歹势，无啦，我想讲，所以迄当阵。我就无想要袂使，你忝无？对，你。我甲大家讲啊，就是南投有分做面顶市啊，甲下尾市啊。阿成因遐是伫下尾市啊。阿成，你会使讲恁兜的单伫倒位无？反正只有南投人。摆因若是。系啊，因若是南投人，若是咧来踅菜市啊，会使去恁兜甲恁买菜啊，对啊。好啊，阮兜的市啊，伫毋知影大家有南投人无？啊，有一个总工会，咱兜有一个总工会，甲商会。工会。嘿。你 Google 面顶拍
南投中工会甲中商会就会看到，都会看到呢。啊，伊伫一个桥头的边啊，啊，伫迄中山，中山公园边啊呢。哦。安尼大家有闲，就感谢阿信诶。嘿啊，大家有闲会当去到买菜。好，安尼就先感谢阿信今日的分享。